各位觀眾，歡迎收睇晚間新聞詳細嘅內容。赤鱲角機場發生啟用之後最嚴重嘅空難，一架載住300幾人嘅中華航空公司屬下嘅華信航空客機，啱啱降落嘅時候墜毀着火，成架翻轉。依家睇下現場嘅情況，咁飛機嘅殘骸仲係停喺跑道尾㗎。意外導致至少有2個人死咗，死者1男1女，未知道國籍。另外仲有200幾人受傷，當中一半即100個傷者係葡萄牙人，咁其餘都係未知道國籍。當局話仍然有6個乘客未揾到㗎，搜索同埋救援工作仍然係進行緊。意外之後機場要全面關閉，未知道幾時可以重開。咁至於救援嘅情況，由魏以山講下。意外發生之後，可以見到成架飛機反轉咗，飛機轆向住個天。仲可以睇到其中一邊機翼折斷。救護人員不斷救出傷者同埋疏散乘客。大批消防車圍住架飛機，消防員仲不時要向架飛機射水。意外喺挨晚6點45分發生。呢一架 MD-11型飛機，航班編號 CI642。原定由曼谷飛嚟香港之後再轉飛台北，喺機場南面跑道降落嘅時候出事。華航發言人表示，降落嘅時候機場側風好大，導致右邊機翼擦落地下而着火。失事客機嘅機長曾經同機場控制人員聯絡，話機艙裡面起火，要求緊急降落。當時機上面有300個乘客，15個機員。由於傷者眾多，除咗動用機場裡面嘅消防人員之外，大批救援人員入機場搶救傷者。至少有30部救護車同埋消防車經青馬大橋趕入機場。機場喺意外發生之後全面關閉，所有飛機都唔可以起飛同埋降落。無線電視記者魏以山報道。出事飛機上邊有乘客喺獲救之後話，喺飛機降落嘅時候，覺得右邊嘅機翼擦到跑道，然後成架翻轉。右手邊嘅機翼咧就跌到地下，即係側咗，你 feel 到係打側咗少少，跟住咧就見到佢即係見到一大陣火翻前邊咧係爆出嚟，咁咧即係一路咁樣壓過去後邊，咁咧就好多人大叫啦。咁咧就跟住即刻第一時間架飛機就反轉啦。咁啊反轉咗幾耐停咧，係都好快，不過就當陣時可能感覺快咗，可能唔係咁快唔定。咁啊反轉咗個你見到有啲人咧就因為冇帶安全帶咧就跳咗落嚟啦。咁啊有啲咧就係唔識得開個安全扣就吊咗喺天空上邊。當時你坐喺機嘅邊度？機嘅頭位度啦。佢落地嗰咁佢落地嗰好犀利啊！直頭好似直頭撞車咁樣落去咯。但係佢之前有冇話，即係有冇話話俾你聽會有事啊啲咁？冇啊！咁由於有客機出事，機場到依家仍然封閉，多班嘅航機受到影響㗎。呂秉權依家就喺機場嘅客運大樓㗎。呂秉權啊，咁機場封閉，滯留喺機場嘅旅客情況係點樣呢？周潔儀，依家我就喺機場嘅離境大堂嗰度，咁呢一邊呢，就係華航嗰個櫃位嚟㗎，可以見到咧仍然有大量過百嘅旅客咧喺呢度滯留㗎。睇一睇現場嘅情況，就係唔少旅客咧仍然咧都係多次去到櫃位嗰度詢問，究竟佢哋幾時可以翻去台灣方面㗎？咁但係至於櫃位服務員咧一路咧都未俾到答覆佢哋，咁咧最多咧只係俾到一罐烏龍茶咧，暫時俾佢哋解渴嘅啫。咁有唔少嘅搭客咧都話覺得唔係咁開心，亦都唔滿意航空公司方面嘅安排㗎。咁一度咧就衝擊櫃位，要警方咧到場去控制個秩序㗎。詳情交由黃淑明報導。喺離境大堂逼滿晒等搭飛機嘅旅客，
唔少人都係喺中華航空嘅櫃台前面，佢哋都好唔滿意，華航遲遲都未有安排。那現在可以麻煩你們上面跟台北總公司聯絡，看他那邊要怎麼處理，然後請你們上面派個人來跟我們解釋。有小孩才5歲大而已，要他在機場上過夜嗎？華航喺有客機出事之後，曾經發出通告俾乘客，但係就只係話因為受到風暴影響，航班要取消或者係延遲，仲叫乘客自己返屋企或者係酒店。到意外發生2個幾鐘頭之後，華航先至再貼出告示，話跑道要關閉。無線電視記者黃淑明報導。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咧形容今次嘅意外咧係香港航空史有史以嚟咧最嚴重嘅一次㗎。咁由保安局牽頭嘅多個政府部門咧聯合舉行記者會，交代事件嘅經過㗎。我需要做一個好充分嘅調查，然後至知道發生乜嘢事。佢亦都問我係咪飛機空中有爆炸，就我可以話喺空中係冇爆炸嘅。咁啊係我頭先再重複一次我講過呢，就係嗰個飛機喺着陸嗰陣時呢，我嘅塔台嘅指揮員呢就見到有一啲 spark 有啲火花，咁跟住呢就見到就嗰啲火花就發展成一個火球。咁咧佢即時見到火花呢，就根據佢嘅操作程序，佢即刻就撳個警鐘。去到現場嘅時間呢，整個機身呢都係着咗火㗎。而咧好多機門都開咗，咁然後咧有好多人開始走出嚟㗎啦。機身嘅火大致上咧喺5分鐘裏邊咧係已經救熄，但係因為有好多其他嘅火種咧係細啲嗰啲咧，我哋要全部喺15分鐘內先至救熄㗎。喺個機身裏邊咧，因為係好多佢反轉咗，成個機反轉咗咧，使到好多嗰啲手提行李啊、嗰啲凳啊，同埋咧甚至無冷氣或其他嗰啲咁嘅氧氣設備咧跌晒出嚟嘅。咁變咗咧喺呢個機艙裏邊咧，本身係十分之凌亂。咁而咧，因為佢係反轉咗咧，咁嗰個嘅本身個跑道同埋個附近嘅地區咧，都散滿晒玻璃啊，同埋其他嗰啲咁嘅嘢，咁變咗嗰個區域十分之大。咁由於機場呢家係全面關閉㗎，咁所以咧滯留喺機場嘅旅客咧有成過千㗎。喺機場嘅航空顯示屏上面咧，差唔多咧每一個班機嘅號碼後面咧都寫住係取消或者係延誤㗎。咁咧機場方面咧就呼籲旅客要留意佢哋進一步嘅廣播。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晒。而200幾個受傷嘅乘客分別送咗去6間醫院搶救，部分重傷嘅送咗去瑪嘉烈醫院。邱振明依家就喺瑪嘉烈醫院㗎。邱振明啊，咁交俾你講下傷者嘅最新情況啊。係啊，醫管局方面咧，啱啱就召開咗記者會㗎。咁我哋話咧，暫時係有2個人死亡。咁至於傷者，其他傷者嘅傷勢咧，就仍然係統計緊㗎。咁單喺送嚟瑪嘉烈醫院呢度咧，40個傷者裏邊有8個係重傷㗎，其中2個咧情況係危殆。佢哋分別咧係有3成半同埋5成半嘅皮膚咧係燒傷咗。咁醫管局話咧，送嚟呢度嘅傷者咧，主要都係燒傷，但係亦都有唔少咧係撞傷㗎。至於傷者送嚟醫院嘅情況咧，就由張燕英報道。部分重傷嘅乘客送到嚟瑪嘉烈醫院呢度。傷者之中，部分係嚴重燒傷㗎，最嚴重有5成嘅皮膚燒傷，有啲就撞傷頭部。部分香港傷者嘅家屬到醫院了解情況。咁佢喺機場打翻嚟俾我，就睇好驚喊。咁佢話：我話你媽咪咧，佢話佢媽咪就送咗醫院，我整咗邊度㗎？撞穿個頭。咁收尾咧就佢再打翻去佢俾佢阿哥。咁佢話佢而家整咗隻腳都車緊嚟醫院。咁我而家嚟睇佢啫嘛。由於傷者眾多，醫院實施災難應變措施。傷者咧就有而家暫時咧，我哋個數目都係有200個度咧，就去咗5間醫院。咁我哋分流咗去唔同嘅醫院咧，有啲傷者比較嚴重傷，有啲比較輕微嘅。咁好多啲傷者都係有啲係燒傷啊，有啲係會撞到啊。伊麗莎白醫院實施咗災難應變措施，有60幾人送咗入嚟。其中有5個重傷，2個係外國人。
So after landing, after the accident happened, like what happened in the cabin? The plane turned over. It went dark, and we got out in. Okay. You try to get out by yourself. 10 seconds through a little hole in the cargo hold. Okay. The plane had broken up. 民政事務局局長藍鴻震探過部分傷者之後話，出事嘅有唔少係外國人，所以各間醫院都設置支援嘅櫃位。除咗俾家屬查詢之外，仲會幫外籍嘅傷者聯絡家人。無線電視記者張燕英報導。嗱，咁啲傷者除咗係送咗嚟瑪嘉烈醫院呢度之外呢，仲係送咗去仁濟、伊利沙伯、廣華、明愛同埋屯門醫院㗎。咁其實各間醫院呢，喺一啲位置度咧都係貼出咗啲傷者嘅姓氏咧，同埋係佢哋嘅傷勢嘅情況㗎。咁啲家屬咧其實可以係嚟到呢度醫院度查詢㗎。咁先將時間係交翻俾新聞部。好，唔該晒。航空公司已經設立咗熱線，俾市民查詢墜機嘅事件。警方都有熱線。